跟住就等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 app 嘅重點 Recycle。首先，用戶會見到我哋嘅核心理念，今日擦得乾淨，香港回收更有價值。app 仲會幫你記錄住你累積幫地球減少咗幾多碳排放，等你更有成就感。喺界面入邊，用戶可以選擇掃描種類，影一個包裝，你就會知道喺香港嘅回收途徑。最正嘅係，好似紙包飲品咁嘅複合材料，有簡單嘅動畫同文字，一步一步咁教你點擦得乾淨。app 內置嘅回收地圖仲結合住 GPS 嘅導航，帶你去最近嘅智能回收箱，將回收變得有動力又簡單。除咗回收之外，我哋嘅第二大支柱 reuse 都非常之特別同有過人之處。大家只要睇下 app 最底嘅導航欄，除咗 recycle， 隔離就係 reuse 同埋 forum。當你撳 forum 嘅時候，你見到嘅絕對唔係一個簡單直接嘅重用畫面，而係一個充滿活力嘅創意市場，係一個俾設計師嘅需求對接平台。喺呢一度，本地嘅青年設計師可以發布佢哋嘅物料需求，例如有設計師會寫我需要10磅嘅羊毛作畢業系列。呢個時候，市民就可以將原本打算丟棄嘅物料直接交俾呢班設計師。另外喺 reuse 入邊，我哋亦都提供咗一連串嘅 upcycling 教學，教大家點樣將舊衫同回收包裝結合，自己 DIY 做成精美嘅配飾。平台上仲有設計師作品秀，展示利用回收材料製作嘅原創潮流服飾，以及針對快時尚舊衣嘅交換同改造建議。我哋希望通過 reuse 同 forum 呢兩個功能，將原本要送去堆填區嘅垃圾變成時尚嘅原材料，為全香港建立一個快時尚、實踐永續生活嘅青年社區。